歡迎收睇一個中年男人上班修圖嘅快樂。頂我，全程碌嘢俾你。AMG 麥士樂 ，AMG 嗱，今日翻到嚟小坑海港咧，就上班修圖。哇，幾高，變到200米有咁高，有咩想要的？揸個合眼，主要想認識朋友啫。一實體經濟好難做。當初咧，我就係想起間酒樓，估唔到起咗間地標出嚟。出面咧叫雙春兼用園，大家多啲過去擺酒啊！係啊，我今日請埋飲食商會首任會長、創會會長袁光華先生。你好。嗱，呢個大師兄啊，呢個二師兄係。我再問下，究竟邊個係二師兄咧？究竟係茶哥係二師兄定阿根哥係二師兄？佢兩個都差唔多。同輩。文章睇緊咩？我喺時辰啫。下面有請入門新弟子陳毅峰、彭業成、麥石龍移步至師父師母面前。嗱，你哋最緊要一個廚德、廚品，對社會有貢獻，咁啊得㗎。啱唔啱？係，師傅。我又送件衫俾你，咁啊，你專屬嘅 MGF 白色啦，希望你前程似錦。收到。係大粉絲大將。收啦。係。今次收徒弟咧，就近佢哋喺大灣區嗰啲舉行翻個儀式。其實有啲徒弟仲喺外地嘅，不過我就費事等佢哋舟車勞頓，我哋即興啊。5 hours later， 今晚咧個拜師宴咧，我準備咗3道菜，全程分別3個徒弟。我私訓一下你哋，能飲幾多就飲幾多，唔好勉強啊！飲酒自己要啊，唔係話飲醉先係為之好。係啊，我哋唔勸酒啊。大咗大咗嘅。我整我咁咯，華哥假嘅咋？華哥你唔好見到啲君叫神死，神不得不死。我第一代係我話只一喺度開咗個頭，能夠繼承同發揚嘅係我師傅明叔，但係咧能夠將我哋中山嘅飲食同埋中山嘅隨點師帶出去中國，帶到全世界，我哋第3任嘅會長麥總呢個功勞非常之大。呢個就係國產嘅黃金筆，我響阿一哥嗰度學咗嗰個乾筆，咁我跟住咧咁翻嚟咧，嗰時嗰個年代邊有食嘢，咁我就自創咗一套，就乾包先清楚啊。我哋睇啲汁咧，你點樣睇嘅咁多邊緣啊？一定要做一樣嘢，我第一個要傳承咧，就係傳承另一雞俾你，明白？因為你做雞噶嘛，係之前你學過啦。師傅睇下我嘅成果。好。嗰種當初阿成係點識嘅？大伯嘅大師傅。冇錯。我口傳係直接叫咗一聲師傅。阿師傅當時又冇應嘅，不過見我幾靚仔。就係咁拍咗我膊頭，斟杯茶過嚟啦。嗱，我最中意咧就啲面皮厚嗰啲人，因為阿成咧佢係面皮厚到咧，即係你無法抗拒。因為我自己做人有現場嘅係啊，做得好好啊！係啊，唔錯。OK， 咁大家試下咯喎。好。多謝師傅。嗱，呢個雞焗到啱啱好，又冇話太老，好滑順，80分啦。造型造型差少少，有待改進嚇。對菜咧就安格斯牛小排，其實咧佢係主打嘅產品，係因為阿峰咧主打做4餐，全程碌嘢俾你。哇！方便我打。好啦。呢個係原味嚇。呢個風姐特登帶過嚟啊！ BB 車有。呢個第3道菜咧，我就教你王子炒飯，你要喺客人面前表演。收到。
炸煙嘅真係。你煲芡嘅嘛，個鑊氣啊嘛。你叫我打分，如果100分嚟講咧，80分到。80分。點解啊？點解？有來進步咗10分啦。啲我俾5分，你做乜嘢？收到師傅。一個麥石龍咧，你係做抖音嘅，咁我更加之想傳授俾你做抖音嘅意義係推廣文化，同埋推廣你嘅廚藝。阿成，你係做雞嘅，做雞煲嘅。如果你掛到我招牌咧，如果令你啲生意好啲咧，我亦都唔介意。咁而且呢個係好後面，似你後生嘅時。似後生，就似晒我後生。做人一定要厚面皮先得㗎。明白。一個就阿峰眉，阿峰仔，你係做西餐嘅，咁西餐以外嘅東西咧，你可以不斷融入。太西餐咧就冇市場，佢哋要融入中餐裏邊，就多啲變化。總之你哋以後俾心機，好嘛？師傅。好嘅，嗱，今日係咁啦，拜拜。